Adolescent 第3集，心理學家同 Jamie 嘅一段對話，有人就問咗個問題：點解呢 Jamie 佢會不停問 Do you like me？ 點解會喺談話結束嘅時候係咁扯住個心理學家？你係咪中意我？你係咪中意我啊？究竟呢一個説話背後反映出 Jamie 乜嘢嘅缺失呢？有乜嘢嘅需要呢？而呢個問題點解對 Jamie 係咁重要呢？莫非所謂嘅問題少年，其實去到最後佢嘅問題只係得一個嘅啫，有冇人愛我呢？ Jamie 問呢個問題，其實咧都係反映咗佢內心嘅一啲掙扎同埋痛苦。有幾個可能性可以解釋佢哋嘅行為嘅。第一，可能就係關乎於一個羞恥感。Jamie 襲擊 Katie 呢件事，佢內心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充斥住一啲羞恥感。面對自己做過嘅壞事，其實人好多時候都會想逃避。Jamie 嘅潛意識可能都想將做過壞事嘅 Jamie 同埋佢認為自己本身係一個點樣嘅 Jamie 分開，所以佢希望心理學家中意嘅係後者而唔係前者。第二個呢個問題咧都可以反映咗一啲潛在嘅被遺棄嘅議題，或者係一啲焦慮嘅一啲狀況。佢可能係處於一個極度恐懼自己變成一個完全唔值得被人愛嘅人，或者係令人討厭嘅人。所以心理學家作為一個會聆聽佢嘅人，佢嘅睇法對於 Jamie 嚟講就非常之重要啦。如果連心理學家都唔中意佢，係咪就係證明咗佢本身就係一個徹頭徹尾都係一個咁差嘅人，同埋係冇人接納佢嘅人呢？咁所以對於 Jamie 嚟講，想得到一個答案，而希望呢一個答案去減輕佢內心嘅一啲焦慮同埋不安。其實喺段片入面咧，心理學家係冇直接回答佢嘅，但係現實入面咧，其實作為一個心理學家，通常都唔會完全唔理呢一啲直接嘅求助嘅。因為如果有得 Jamie 覺得自己係純粹一個壞人，或者完全唔值得人哋中意，呢一個諗法係非常之危險。因為呢一啲負面嘅標籤係會內化，佢可能會開始真係覺得同埋相信自己就係一個咁樣嘅人，甚至會覺得自己天生注定咗就係做壞事嘅人啦。咁而呢一啲諗法咧，一旦植根就好難會改變。總括嚟講 Jamie 問呢一個問題，你中唔中意我？並唔係咁簡單嘅一個問題，背後可能係有羞恥感啦，對自我價值嘅一啲懷疑，對被接納嘅極度嘅渴望，同埋可能想分割自己唔想面對嘅一部分。佢問呢一個問題，其實佢最想知道嘅就係，即使佢做錯咗事，佢作為一個人，係咪仲係有存在嘅價值？係咪仲有可能被中意嘅可能呢？如果想知道更多內容嘅話咧，就要參加心傳所舉辦嘅點同仔女傾 Adolescent 嘅線上座談啦。